多謝主席，亦都多謝幾位同事啊。咁呢個行動藍圖裏邊咧，我特別想關注一下咧，就由第9段嗰度咧都提及到關於發展氫能嘅。咁有個路線工作嘅圖啦，就係即係首先第一步係完善個法規啦。咁我哋亦都係進行緊呢個即係2025年氣體安全修訂條例嘅呢個工作咁樣。咁喺裏邊咧，即係有2個問題想延伸嘅。第一咧就係喺文件嘅第10段咧都提到就話會做一個嘅即係綠色氫能嘅認證方法啦。咁而家喺國際上邊咧，其實都仲未有一套即係話國際通行嘅一套認證嘅系統標準啊咁樣。咁可唔可以局方講多少少喺呢方面嗰個工作點樣係即係會進行啦，以至就係令我哋都可以係即係香港呢個國際認可上邊咧可以佔一席位。亦都咧，其實喺我哋個即係草案委員會裏邊都有同事提及到咧，就係建議就政府會唔會都可以利用即係探討一下喺一啲嘅離島或者偏遠嘅地區開發一個小規模嘅製氫嘅示範區咧？咁喺呢方面呢個第一個問題啦。咁關於標準嗰個制定嘅。第二咧就係其實同樣地因為都喺個委員會裏邊都有討論咗一啲時間，就係既然我哋講係行動藍圖2050啦，咁即係話意味住其實都有一段長嘅時間。咁喺呢段時間咧，我哋其實已經睇到咧有一啲嘅交通工具咧，其實係轉變緊嘅，即係包括例如可能有啲交通工具係既係車，但係同時間佢亦都可以係一個飛行器咁樣。咁喺我哋嗰個而家目前嗰個條例草案個版本啊，即係因為基於現有嘅一啲嘅既有使用緊嘅交通工具咧嘅角度嚟作出修訂咧，所以咧就係只係規管咧就話一啲嘅交通工具咧喺陸地上行走。陸地上加氫嘅事宜咧係會係即係受監管嘅。咁但係即係無可避免啦，我哋睇到其實交通工具個發展其實已經推出有啲咁嘅產品，已經好快會陸續出現啦，亦都已經有展示。咁對於呢一類嘅即係既可能係喺車陸地行嘅，同時間亦都可能喺個飛行器嘅呢一類咁嘅交通工具。目前呢個嘅版本啊，即係我哋呢個修訂嘅草案嘅版本係唔能夠覆蓋到嘅。咁政府喺呢方面嗰個跟進或者係即係對於呢一類咁嘅複合性嘅交通工具未來嗰個諗法點樣監管上係有冇啲嘅路線圖嘅計劃咧？咁樣我諗2個問題，唔該主席。好，唔該晒。有請局長嘅。係，我去簡單講一講咧。嗱，喺嗰個綠色認證系統嗰度咧，我哋就唔係我哋自己單獨喺度做嘅，我哋咧就係同呢個嘅國家市場監督總局嗰度咧我哋係簽咗一個嘅合作嘅協議，即係話咧我哋唔單止係我哋自己香港，我哋自己想做一個認證系統，我哋希望同埋去國家一齊咧做一個嘅認證系統。咁我哋咧亦都係嘅諗法就係話咧我哋係希望呢個國際呢個認證系統可以同一個國際嘅系統，譬如係 ISO 去其他將來去定嗰啲嘅綠色嘅一啲嘅認證系統咧。大家係可以係接軌嘅，咁亦都幫助咧即係我哋國家喺個綠色認證嗰方面咧，將來都可以同國際接軌。咁所以喺度咧，我哋會攜手一同咧嚟到喺一度做一個咁樣嘅認證系統嘅發展啊咁樣嘅。咁啊，另外就係話你亦都問到就可唔可以喺香港做一啲小型嘅我哋一啲嘅製氫嘅一啲嘅示範項目啊咁，我哋都係有咁樣嘅諗法嘅。咁所以我咧就係同一間嘅石油公司啦咁佢亦都慢慢係喺嗰個能源嗰度轉型啊！而家佢哋生產好多咧，即係氫氣啊咁嗰啲嘅。咁喺香港我哋希望做一個咧，即係太陽能製氫嘅一個嘅示範嘅一個嘅項目啊！咁喺度咧，我哋係做緊一啲嘅策劃嘅工作啊咁咁呢一方面，所以我哋係有咁嘅計劃嘅。如果有其他嘅企業啊，佢哋有一啲新嘅一啲嘅製氫嘅項目嘅話咧，我哋都歡迎我哋一齊嚟到合作啊咁樣。咁你都問到就話咧，將來如果有一啲嘅新嘅運輸嘅交通工具佢咧又係陸上嘅，又可能又會飛嘅咁樣喺我哋而家嗰啲嘅法律框架下邊咧，如果係未覆蓋得到嘅時候，我哋可以點處理咧？咁其實我哋喺過往嗰幾年，你見到我哋推動呢個氫能嗰啲嘅試驗嘅時候咧，好多我哋都未有法例嘅，因為佢哋要等到要法例修改咗嚟到去覆蓋佢哋嘅時候，第一需要時間咧，第二呢啲咁嘅新嘅技術咧，好多時候個法例要點樣寫啲標準，要點樣定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嘅演進嘅過程當中。咁所以我哋
嘅做法就係咧，我哋成立咗一個跨部門嘅工作小組，集合政府裏邊唔同嘅部門嘅專家一齊嚟到係去審核同埋咧去推動一啲新嘅項目。我哋可以咧就住呢個項目，我哋自己可以設立一啲我哋暫行嘅一啲嘅標準咁樣嘅方式嚟到做。當我哋發覺行到係啱用嘅時候，先至將嗰啲嘅暫行標準咧轉為法例。我覺得呢個嘅做法咧，將來咧比較大嘅彈性。如果我哋有啲新嘅技術出現嘅時候咧，我哋可以用同樣嘅方式咧嚟到係去進行嘅。好，唔該晒。